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5月3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过来又搁增加2例本土病例，目前已经有20来人胃着病，超过年初玻璃桃园病院的感染。代替德鲁古河事故中过身的美国人苏瑞爸母，今仔发出公开会，强调一定会追究代替的责任，避免悲剧搁再发生。 有经济机构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超过5%。经济部保证5月底之前未欠水，今年嘛未欠电。先正式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来的境外病例，各有2例本土病例，一个是诺富特饭店外包商的员工，另外一个是伫澳洲验出病毒。 印尼技术处理的人，目前为止，这波感染嘛已经有20来个人胃着病。另外，针对机组人员的管理、各防疫旅馆的措施，嘛有新的规定。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宣布有6例境外入，2例本土。那2例本土的案例一位是机场防疫旅馆外包商工作人员及澳洲检出阳性的在澳洲检出阳性机师的家人。那今天下午民航局会同地方政府，还有我们卫生主管机关一起去现场几家的现在在执行中的这个防疫旅馆呢，再重新检视它的所有的流程。诺富特清消完毕之后呢，就不再接这个外籍机师。那外籍机师的这个过境不入境的这些措施呢，就由民航局来协调出一家专属的防疫旅馆。在防疫旅馆的部分，我们会研究是否核发，就请饭店。在给旅客的时候是一次性的卡片。第4个呢是国际航空的机组员入境之后去做确实的分流，就不再去做交错从今天等于是今天半夜嘛5月4号的0时起只有有印度旅游14天有印度旅游史，除国人外皆暂缓入境。 华航机师甲诺富特饭店的烧毁事件，胃着病的人数已经有20来个人，比之前的玻璃桃园病院愈侪咯。指挥官陈时中早起是表示，这波疫情目前是正接近社区感染哦，因为有个人伫胃着病之前就伫社区活动，比之前的玻璃桃园病院如何歹控制。感染科医师嘛强调讲，万一伫真侪所在拢有出现胃着病毒的人，就表示疫情传出去咯。眼前上重要的是要甲病院修好掉。华航机师甲诺富特饭店感染事件，疫情已经超过玻璃桃园病院群聚事件27日个案。指挥官陈时中讲，病毒无所不在，真歹讲是倒一个环节出问题。目前上烦恼就是饭店员工的家庭群聚，确诊者伫确诊之前已经进入社区是风险之一。 当然是在社区感染的一个边缘只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是一个家庭内同住家人的亲密接触者，其实离社区感染已经很近了。感染科医师分析这摆感染的事件，为技术抗体推估，这摆感染真可能已经继续2-3个月，已经真歹去追究最初的感染源。这摆确诊个案卡价遍及上百。 要注意出来去是毋是出现多点爆发，到时阵疫情恐惊真歹控制。第一线病院一定要守好量能，避免互技术个案进入看病所在，或者是病房。要去想办法让一些第一线的临床医师呢，有一些快筛的工具可以使用，不用每个人都送机关署。第一线还是要负担一些责任的有些在第一线就把它挑出来，把它筛检掉。 疫情滚价也引起各界对于放令航空机组员检疫的检讨声音。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批评，这是连环政策错误所致使，亲像无互机组员伫第一顺位做疫苗。另外，对入境台检政策也会检讨。最好的方法，驾驶员或者是这个空服员，大不了几千人嘛，就让我们的这些人员，那么先打疫苗。 面对国内疫情升悬，感染科医师分析，即马围分观察期无伤过大意义，因为国际疫情阁滚价，
台湾未因为这一波感染事件结束了后，就正做更较安全。民众也是要落实个人卫生，上好用做疫苗。医疗院所也要维持高规格防疫守住病院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华航诺富特饭店相关胃着病的人有伫台北市跟新北市拍走哦。目前台北市居家隔离的人数嘛已经有252个人创新高。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宣布讲，要先继续维持去年的秋冬专案，暂时无要升级防疫的层级。新北市政府今仔嘛宣布讲，防疫要升级哦。母亲节是来集会爱心名节。户外1000个人以上的活动，嘛必须要报备许准哦。嘛只是讲未来的3礼拜，老人共餐要改做包便当。疫情阁升悬，初二阁增加4个本土个案，卡了遍布台北多份公车甲超商。台北市卫生局已经完成消毒，阁展开疫调。台北市地处隔离人数达到252人，创下新高。面对疫情来甲真凶，台北市政府防疫敢是要全面升级？开会讨论了后，决定维持去年的秋冬专案，暂时无升级。延续去年一直到现在的秋冬专案，那我们严格的监视整个疫情的变化，如果有问题的话，才升高防疫的层级。郭文地强调，防疫工作会随着疫情的变化做联动性的修正。目前北市防疫有3阶段，若有本土感染不明案例，才会启动后一阶段的防疫。不过目前确定只会延续去年秋冬防疫专案，呼吁市民挂好喙罨，少来集会维持实联制。在防疫跟经济发展当中，还是取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也不叫超前部署，应该叫适当部署。北市防疫无升级，不过这礼拜要举办的活动北投商圈紧急发停，华航诺富特着病的卡车也去过新北。新北市长侯友宜初二已经召开紧急会议，下令新北市防疫升级。除了5月份各区母亲节活动设来集会，采实联制，涉外1000人以上需要报护卫生局甲消防局协定。初三进一步的指示，未来3礼拜老人供餐要改做是早顿去。记者综合报道。这波的群组感染目前有20来人胃着病，超过2车，玻璃桃园病院21个哦。目前风险管制期间阁还未煞，桃园市防疫会议嘛决定讲要来提悬社区防疫的等级，老大人定聚会所在哦，要暂停开放2礼拜。基础感染的疫情一直在炭烧，扩大到防疫旅馆、诺富特饭店的这个群聚感染，已经超过年初桃园病院21个。桃园市长郑文灿伫初三的早起召开防疫会议，提悬社区防疫等级，社会人群聚感染的所在暂停开放2礼拜。为了提高社区的防疫等级，那我们今天决定在2周，在5月16号以前，那市民活动中心以及社区关怀据点就暂停开放这个租借跟活动。郑文灿表示，目前桃园疫情风险有2个，按1112 70外岁老人，伊捌去武场、乐龄课程这个所在，伊的脚趾会使讲是真快。隔离匡列的对象有204人，另外诺富特追溯专案195个，风险管制期嘛无通过，要求提悬大众运输消毒的楼摆，卖场挂喙罨酒精消毒，全市大型活动管制到5月底。虽然防疫的规范是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清洁，就可以换人住了哈，但是我们一直都维持最高的标准哈，我们都是静置1天，24小时之后才能换一组人。桃园的防疫会议说明，诺富特饭店清空了后，进行环境采检作业，拢总采样432件，目前拢是阴性，感染的途径甲原貌样还佫伫咧培会。也若是到达机组人员防疫的需求，桃园目前有提供3间来做防疫旅馆，互民航局统一来发落，并且实际派员对机场到运具到防疫旅馆做一摆总体检，确实甲防疫做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中国军方是连续伫南海甲东海进行空中、海上的演训。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表示，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军方拢有掌握。另外，有中国民众驶去年船驶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国安单位嘅军方是表示哦，等下了解真相，会针对一寡空棒来检讨补强。
中国的飞弹护卫舰滨州舰1号出现伫台湾的东北海域，那台湾派出记者级的驱逐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嘛派出护卫舰甲巡逻机前往观察。台湾、日本同时间来监控，特别引起注意。国防部长邱国正初3早起去立法院闭巡进前受访的时阵讲，台湾只要有敌情就会监控，确保国家的安全。也若是毋是有甲美国、甲日本合作，邱国正无特别回应。并没有好像刻意讲说跟哪个国家要合作啊如何，我们也不宜，就针对完全就自我防卫的这个领域，我们会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个艰深工作。除了滨州舰伫东海出入，中国人民日报初日报道，中国家己制造的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伫南海进行训练。邱国正强调讲，中国的各项军事动态，国军拢有掌握。一直要掌握。是吧？国军这是我们分内工作，是吧？敌情不明，那别的不要谈，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最基本的。另外，有一个中国人士讲，家己真仰望台湾的自由民主，初一暗时驶树林艇渡过台湾海峡，来到台中港的西北头，一路真顺利，无任何阻碍，嘛引起各界对台湾海防出现空旷的质疑。目前，国安单位、军方甲海巡署拢对伊的讲法保持怀疑，等咧调查是毋是事实。一般偷渡是大船载小船，小船丢下来，这一条小舟艇是不是从石狮是直接开过来的？对，当然是这种可能都有啊。哇，所以你们还不确定？但是现在就是那个小艇、相篷艇上所存下来的油，副长他所说的，我今晚听凯的，你没有最新的状况嘛？经过一天为止还在查证之中。中国最近对区域的威胁在扩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伫接受电视的访问时表示，中国最近伫海外作风愈来愈有侵略性，行为嘛愈来愈敌对。但是美国甲中国行向军事的对抗，对中国甲美国的利益会真不利。若是为军事对抗的方向发展，甚至是行到迄一步，绝对是无好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闹事即带，将警方公布监视器的画面。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警方的处理方式有真侪问题，经松山分局长嘛爱负责，一定会依法来处理哦。今仔早起，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嘛到市议会报告，局长是强调讲绝对无施压关系，也接受调查。台北市松山分局乌沙人治乱勘察处前中仑所长柯淑环技术别证，为还原真相，台北市警察局初日公布96秒关键影像。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看完影片了后，也认为警方处理有真大问题，后续会诱导查政府单位依法处理，绝对不包庇损失。我也第一次看到这个影带，那这个影带看了以后，我是觉得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些瑕疵。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有责任谁就要负责。中生分局长我们把他调职，他完全相信所长，所以讲出来最后跟录影带不一样。那这个当然有督导不周的问题。我不是要陈局长交出手机，我是善意建议如何才能治清。进前警政署长陈家钦要求台北市警局长陈家昌交出手机啊。陈家钦初3澄清是善意提醒，进前陈家昌的手机已经交予北检来侦办。初3早起，陈家昌到台北市议会报告，强调家己绝对无包庇，案情也移交地检署侦办，专案无施压关系。你们相信的都有道理，不相信的也有道理。好，整个案子我们并没有包庇，也没有掩饰。也没有护短。那至于其他这个江湖险恶啦，还有这个上面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坚守岗位。另外，新市的实质落台，陈家昌表示会坚守职务到底。针对最近警纪纪律败坏、治安的事件真侪，徐国勇表示无遮尔严重。虽然出现一寡状况，拢马上处理，免故意来抹黑。记者综合报道。有经济机构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会超过5%。国发会主委金明欣嘛预估，因为出口的带动，成长率一定会超过4%，嘛有可能会升破5%。也毋过企业嘛是搁爱面对欠电、欠水，甚至是欠地这个问题。经济部是表示，5月底之前保证袂欠水，今年嘛袂有欠电的问题。即马考验是真食力，
全台湾水库脱水率情形是真无乐观，企业面临着5项问题。头起先是无水通好用，这可能会大大影响到今年的营运。经济部答应讲，今年5月份进前企业用水无问题，而且政府已经量早部署侪方法来找水源，互欠水的冲击会当降到上低。业者在协调，也协助他们，比方说移动的净水器啦，开发建筑工地的这个水啦等等。目前的情况还好，我们觉得在6月以前，就5月底之前，应该都不会有问题。另外，今年热天也未到，不过4月份的用电量一直在欠悬，甲去年同期来比，已经加用要10亿度的电。加上今年台商倒来台湾扩展厂区，恐惊今年热天的用电量还佫会持续创新高。经济部表示，目前备转用量率是170%以上，强调讲供电是无问题。今年欠水又佫欠电，甚至还佫有欠土地的问题。经济部表示，拢有相关的协助的措施，也若企业欠高阶人力的部分。国发会表示，即嘛开始放定就业金卡的条件，要来解决欠人才的问题。对就业金卡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个办公室了哈，扩大它的规模。外国的这些人才，的确他们是很有兴趣到台湾来，把这些配套措施做好，那希望他们可以留在台湾。经济部表示，要协助企业解决这5项问题，嘛有投资台湾3大方案，专案有专人来处理，包括快速融资、土地租金优惠等等，协助台商倒来台湾投资。国发会强调讲，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维持8到5。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疫情财政部嘛头一届开放会使用手机报税，民众唔免有卡片的机器，自然零凭证，嘛唔免甲资料印出来，有手机有网络就会使报税哦。财政部长苏建仁表示讲，目前嘛已经有将近30万户已经报税啊，嘛好有资料无讲介复杂的民众会使利用手机来报税。民众摕几台文件，伫座位区等税务人员叫番号。国税局开放报税头一天，透早都未少民众来排队。每年都第一天，因为早申报早退税啊。有一些资料啊，我们要核对跟去年有什么不同，然后就是了解一下，看这中间有就是怕会有什么误差这样子，所以就来申请一些资料。今年财政部头一届开放用手机来报税，而且免限制国税局敢有上班，民众只要输入电信业者手机号码、户口簿啊，或者是行动身份识别3项经一项，验证了后写基本资料就会当来纳税。不过，就要注意，手机的门号都要是纳税的人伊本人。伪造型的号码，认证的过程当中，嘛要甲 WiFi 关掉，用行动数据来联网络。若是民众申请延期、分期、纳现金的，或者是新增加、修改配偶、扶养所得、扣除额等等，要是要用电脑或者是现场来报税。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的统计，为顶礼拜六5月初1到今仔日半暝3点，全台湾已经有28万8千户完成报税。缴税服务网去做行动电话认证，再输入所谓健保卡号，你就可以完成认证。甚至你就连我们所谓4大超商 kiosk 去所谓的验印查询码这个动作都不用做了。如果是税额试算的，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的，你就直接用手机认证、手机报税，不用出门，避免这个群聚感染的风险。实测的话，大概10分钟不到5分钟，可能就完成了。另外，财政部即届嘛，甲基本生活费为原本一个人17万5，改做18万2千块，调悬7千块，嘛推出纾困的措施。若是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地主收入减少，民众无法度伫咧申报的期间做一届纳清，嘛会当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来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缅甸的军方政变已经3个月，缅甸一位游泳国手温泰武无愿意代表军政府参加东京奥运，伊向国际奥会申请讲要以个人的名义来出赛，也毋过受到拒绝。另外，昂山素季到打嘛，互军政府软禁，最近嘛互指控来罪名。今年100岁缅甸游泳选手温泰娥，也是国家队上阵的选手。不过4月初，伊已经决定放弃奥运梦，无代表缅甸去东京，也若无会加做缅甸军政府的活工具。Until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 is removed from power, I don't see myself competing under the Myanmar flag. 温泰娥表示，伊袂伫缅甸国旗领军之下参加东京奥运开幕式。伊3月写批予国际奥会，指控军政府不平，5万以独立运动员身份参加，不过被拒绝。国际奥会表示，温泰娥并无被选入缅甸的奥运代表队。I felt abandoned by
by the IOC. At the same time, I felt like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because every other global institution, agency, unfortunately continues to recognize the regime of Senior General Min Aung Hlaing. 温泰娥表示，家己是为着让国际奥会知影，即摆缅甸奥会已经唔是合法的奥会，因破坏奥运价值。伊目前伫澳洲做救生员，逐工看到澳洲的选手一直练习为奥运做准备，不过伊无后悔。伊是伫2019年东南亚运动会，第50公尺自由式以22秒62争做缅甸史上第一位奥运达标的游泳国手。早伫2017年就去澳洲异地训练，追求奥运梦。缅甸政变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被软禁已经3个月，伊目前被控6项罪名，无法度伫有温书的情形之下，甲律师接触。分析指出，昂山素季伫军事统治时期，就互人软禁超过15年。2019年得到释放，行政治路。2016年才做实际领导人。随着罗西亚穆斯林互人种族清洗事件，声望有较落落去，不过政变阁互伊重回民主偶像的地位。The junta wanted to emphasize that this coup is not about Aung San Suu Kyi impact on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Myanmar. In that sense, she is irreplaceable. 因为缅甸走路就算军政府强势镇压，老百姓无退缩。5月初一仰光议员因看到群众出门示威，初日路透社这段影片显示，伫仰光有3名示威者互4个警察带走，其中2个人是便衣。媒体报道，迄一天伫一场示威的行动当中，有7个人被射杀。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自政变以来，至少759个示威者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最近印度逐工胃着病人数拢是40万人起跳，印度政府嘛开放18岁以上的民众会使注疫苗，也毋过真侪所在预防社是无够通注，已经拖甲真哩厉害哦。也毋过当地一寡大型的活动嘛是个照常举办，甚至连总统莫迪拢去参加。印度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的黄金庙，初一是涉及到第9代宗师。德国巴哈都尔的400岁名单举行庆祝活动，现场唔但客家直统统，无社交距离，真侪人连喙暗拢无挂。कोरोना करके संगतां थोड़ियां घट ने काफ़ी घट ने संगत काफ़ी ज़्यादा घट है पर जे ही कोरोना महामारी ना होंदी इत्थे बहुत संगत ने भरपूर पर ये संगत बहुत मना रही है देशां विदेशां अंदर मना रही संगत。我国病毒的高度传染性，宗教集会甚至政治活动，犹原是全部照常举行，也是印度第2波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总理莫迪迄天日透早，犹原照常出现新德里的锡克教寺庙参加祈祷活动，甲以往唯一无共的，就是伊挂喙暗。印度当局初一起开放18岁以上的成年人注疫苗，搁暂时禁止 AZ 疫苗出口以满足类似。虽然安尼几个省却因为欠疫苗，表示扩大注射的政策歹执行，包括中央省甲疫情重灾区马哈拉斯塔拉省。印度14月人口中只有无够2%的人注2剂疫苗有完整的免疫力，注完1剂的大约有10%。大港的注射数自4月初的360万剂降到无够250万剂。注疫苗以来，公立病院免费注射，私立病院爱收250卢比，相当3块美金。也毋过疫苗售价就要交予厂商决定，免费疫苗可能就无啊。有一寡省政府处理疫苗的售价是中央政府的1倍，根本就无法度免费注疫苗。私立病院的费用更加是起定啊！美国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福奇伫初一出刊的印度快报专访中指出，印度应该为同款是人口大国的中国吸取抗疫经验，采取全国性大封锁，去类似武汉的封城病院，其他的关键措施也有长期的疫苗注射计划，随保障散射、呼吸器、防护装备等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在4个太空人的 SpaceX 公司的太空船，伫美国时间初2的透早成功降落伫佛罗里达的外海哦。这是 NASA 伫1968年阿波罗8号暗时伫海上降落了后，搁一届的暗时降落行动，嘛是 SpaceX 天龙太空船头一遍自头到尾执行太空任务。太空舱搭载降落伞平安降落伫海上，看直播的同事拢忍不住拍破欢呼。这是 SpaceX 公司打造的天龙太空船跟任务，载着4名太空人。当地时间初2透早2点56分，成功降落美国佛州外海墨西哥湾海面，同时也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继续1968年阿波罗8号以来再次暗时海上降落。Today was testament to
to the whole Dragon design team and operations team and also the recovery team. And the execution was just perfect in my eyes. 4名太空人分别是霍普金斯、格罗佛、华克甲日本籍太空人野口聪一，因去年11月坐建任号前往国际太空站执行长167天的太空任务，创下美国派太空人出任务的上长纪录。出发时阵，美国总统也是川普，回来地球的时阵，美国已经改朝换代。总统变成拜登 ，NASA 署长也换成拜登任命的尼尔森。It shows that it was they are able to do it exactly as expected. With a perfect launch 6 months ago and a perfect landing, so the system of SpaceX is totally operational. 这摆是 SpaceX 的天龙太空船头一摆完成执行太空任务，对于创办人来讲，这摆任务顺利完成，代表 NASA 甲民营航太运输公司的合作可行，和 SpaceX 作为 NASA 的商业运输盘地位更加确立了。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台铁德鲁古号事故已经要1个月了。来自美国的罹难者苏瑞的爸母，今仔写一张予台铁佮台湾政府的公开批，批中是强调讲，为着无要搁有这款悲剧发生，必须爱追究台铁的责任，嘛要求台铁爱赔偿，才会当来逼台铁解决问题。未来嘛才有法度来保障民众的安全。We appreciate that. It be NT 30 million or even NT 15 million. This is no small amount of money. However, this should never be considered an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for our daughter's life. 真伤心讲，查某囝苏瑞来台湾做英文老师，煞伫24岁时阵拄着泰鲁格号事件罹难，因为无管偌济赔偿金，拢无法度弥补失去查某囝伤痛。苏瑞爸母查查伫事故发生满1个月时期，透过2会到3天发表予台铁甲台湾政府公开批。Meanwhile, it is only by pursuing Taiwan's railways'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higher amounts of compensation that there can be any hope of pushing Taiwan Railway to ensure people's safety. 苏瑞爸母特别呼吁，台铁应该承担更较大的赔偿义务，而且依法爱纠正，才能予台铁解决问题。很多的委员们也都一直在质疑和希望要求台铁能够进行确实的落实的改革，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面向，我们都看到说，从上次的事故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面向其实都没有办法积极来做处理。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等些什么。有要求台铁爱改善包厢管理等的问题，也建议予外部专家组成改善小组，佮引进基层的声音，才避免解决出现盲点。苏瑞家属委任律师是表示，专案刑事部分检方在调查当中，民事部分也继续的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东京奥运棒球6强的资格赛，6月16号要开始伫台湾比赛。考虑到这个外国球队来到台湾，甲咱中华队的球员嘛有接触，昨中华队的教练团有球员20个人，嘛去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和平营区注疫苗。你生在台湾嘛，非常幸福嘛，所以你不觉得它的重要性吗？你在国外有时候看到你都会吓死，像现在印度的疫情那么严重，你有时候你想要打都没得打。我回去会跟选手讲，还是疫苗打起来会比较安心。教练洪一中表示，因为有部分选手目前是搁比赛，因教练团先来注射，若是无啥物感觉，应该袂去影响到比赛，选手就会来注射。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副院长陈仲荣是表示讲哦，联合病院目前已经有1200外人注疫苗，大约有1成会发烧，5趴注射的所在会红、会肿、会痛，无人会规身躯酸痛。也毋过这个镜头大概拢维持1天就无代志咯。再来看，高雄过去针对展览的规定是真严格哦，袂使带饮料入去展览馆哦，讲话搁有笑拢袂使伤大声，搁有真侪规定。也毋过为着要来打造友善的展览环境哦，高雄即马决定讲要来放任规定，观众会使带放伫水沟内底的水入去参观哦，上紧5月底就会来开放。有几落千年久的文物珍宝典藏伫个国立故宫博物院，为着要维护典藏的清气甲特殊，故宫入场拢真严，亲像禁止民众早、吃的、啉的、管啊这物件入场。
嘛要求讲袂当摕伫个椅啊，也是讲大声讲话，啊，佮有讲清茶、凊彩遮个拢袂当。要若无，就去由安管人员家己点堵。不而个，官方伫个最近开会决定讲要甲放较松人咧，民众未来会当炸饮料来入场。讨论的结果可能会朝向有盖可以旋紧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比如来讲，那个保特瓶的，或是那个保温杯这样允许。但是像那个铝箔包装的，或是那个摇摇杯那个呢，那就不行，那容易泼洒出来。会当炸饮料，这是讲迄款有挂会当甲存好按的这个管啊，原则上陈列式同款是禁止炸这个管仔的物件入去。不过陈列式以外的公共空间未来拢会开放。要若讲清查歹看，这款会搁较恶咧认定。入场规定有争议的文字，嘛甲做伙修改。故宫望讲会当符合新一代民众的需求，来打造更较到达的悠闲环境。是想要改变形象吧，跟吸引就是一些平常不会去的人去看展览，这样我觉得算是蛮合理范围内的松绑。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区域会比较好啦，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是民众太予取予求了。伫个过去，虽然讲故宫有这个啉水的所在，不过嘛捌接到民众讲，这款的安尼真无利便。伫个台湾乐成活跃一架子的故宫，头一摆来温存民众炸饮料入场，嘛是规台湾第一个开放的国立博物院。相关规定办批伫个5月底完成修正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配合海巡队昨下晡发现一只中国的海钓船超过边界的钓鱼啊，所以去船顶来检查。海巡人员甲船员佮钓客拢总15个人，阿腾区马警部队调查。这只白色的海钓船伫大海内面特别明显，不过这个所在拄是咱国的限制水域。海巡人员登船检查，发现是船名叫做发烧友的中国厦门海钓船，因为已经越界伫咱国海峡钓鱼，所以海巡甲船员甲钓客总共15个人，连船决定押登去马警部队调查。在今天的下午的1点40分，在花屿的西北方22.7海里，发现该陆籍的海钓船进入我海域作业，随即我们人员登检检查，发现船上共15名人员无发烧情形。穿迷彩衫的中国钓客一个落船，进花了后喷消毒酒精消毒，船顶250公斤的鱼血全部拢等咧海。好佳在船顶无发现猪肉、牛肉，也无人发烧。专案依照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查处。按照以往的惯例，有些大陆渔船还是会偷跑到我们海域来作业，所以我们队上就加强勤务作为，加强海域的巡查。因为5月7日到8月16日是中国海洋富贵休渔的期间，而且最近海上较稳定，偏由海巡队执行护影专案加强巡逻。海巡署讲，为了要避免中国渔船越界作业，会加强查缉可疑船只，甲中国的油料补给船。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初3早起开始审议书校退场条例，高教工会各部分学校的教职员是指出，这个草案有真侪问题，对学校的员工佮学生啊是真无保障哦。因呼吁相关的单位一定要斟酌来审查内容。会场要立法，不要打假球。台专校园教职员甲各个工会立法院头前邮报条抗议，因为现行的书校退场条例草案充满漏洞，真简单下做书校董事会开卡门，也无法度保障师生权益。违规重重、恶性违法的董事会，3年的时间，专案辅导，去想其他方法挪移校产，只给既有的师生1年的时间，1年后学生就要被迫转学。各个工会呼吁，伫学校停招了后，爱订做公益董事会，另专案辅导学校免改办其他事业，应该专注维护师生权益。免验表学生转学校，也爱互教职员法定资遣费。伫工会团体提出诉求的同时，立院教委会也咧一条一条审议书校退场条例。
退场并不是一个这个法律的用语哈，就是说入法之后法律的文字有一个明确定义。我们整个退场条例，如果在第3条就把它先明定退场的那个时点，我们需要在这个退场达到这个前提才能够启动。朝野伫会议先讨论退场的定义，佮针对退场基金的来源、用途等设计做细部的沟通。学校法人解散清算时啊，将垫付款等于说归垫的这一个部分也把它写进去。我支持哦，就是增加学生代表，那还有就是教师工会的代表的部分，让教育部能够让这个就是说代表性更广。那这个学生代表就有点类似浮动委员的概念。那另外就是我们委员是让他有弹性，用15到25人呐，哈。另外，退场审议会组成部分立委建议，爱纳入学生、教师工会等代表，相关条文审议伫委员会当中赶紧进行，要拼这个会期完成立法。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香港科技大学团队要前往南投仁爱乡哦，结果庭中是发现讲网路线的第14线，还有到85线，有真侪所在拢囤真侪粪扫，像客人哦嘛是一堆一堆的粪扫，有学者是真烦恼讲，这个粪扫毋但影响环境哦，恐惊嘛污染到集水区的水源。为天顶看落去山架骹有真侪粪扫堆满规个山架，那亲像一座水枪车。行较我甲看是如汉高，毋但是一地一地粪扫，连家具、碰床也拢看会到，互人实在毋相信这是第14线往落山的路边山架。最主要是说他们在有一些车子可以到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山谷或者桥旁边。最主要的还是当地的农作物，有一些感觉起来好像也是民宿业者。顶个月中，香港科大研究团队出动空翕机勘察山崖环境，发现毋但是往落山的第14线，包括南投85线乡道的山架周围，甚至是顶流的马海坡溪谷沿线，粪扫拢互人等甲满满是。因为部分地区较狭，佮罕得有人，就就安尼真侪粪扫的水枪车。当地学者表示，这寡地区伫雾社水库顶流的集水区，水质可能也受到影响。会倒垃圾的人，他通常有一个观念。他总以为说，只要下一场大雨，这些垃圾就会被冲走。其实这个垃圾并不会被冲走，它顶多只是从山上冲到溪谷，冲到下游，但是它的污染其实都一直还在。学者表示，顶流的塔罗湾溪因为欠水，水流是变甲真细港，水质污染的问题可能就更较严重。除了爱甲粪扫量较侪地点整理出来，定位坐标甲标示环境，提供互环保单位加强监控。官府也表示会加强清运甲巡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岛正出名的海底温泉雕入温泉，去年发现讲温泉的基房歹去，东海岸国家风景处就要求经营的业者爱修理哦。要毋过业者拢无要无紧，东管处对今仔开始就要求业者爱先停业，修理好，搁再重新来开放。要毋过业者是认为基房的问题袂去影响到游客安全，讲因会搁甲东管处来协调。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会绿岛调入海底温泉，游客会当一边泡温泉一边看大海。当年拢有超过14万人次进入。要毋过初三东管处大公告要暂停开放，关键是温泉基房结构损害有绑起的顾虑。要毋过违法经营的业者即个来以插头警告影响安全。东管处以合约暂时终止该业者的合约，等修好再开放。因为该公司相关的一个补强的作业进度延宕缓慢。一直没办法急速的办理这相关的一个作业。要毋过业者表示，已经规划要修缮，因为袂影响游客安全，才无停业检修。即马东管处伫旅游大月来临，爱因停业，业者也非常无奈。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机房有破损，便立刻处理，目前并没有安全上的顾虑。业者表示，目前已经提送基房补强计划，希望也是会当营业。也毋过东管处表示，业者提出的修缮计划，初7才会审查，有计6月完成修复。伫休假来临前会重新开放，也毋过施工期间，敢会当一面施工一面开放，互游客进入，也爱个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嘛影响到台湾期末的外销哦，虽然农委会对去年开始有补贴运费，也毋过业者是真烦恼讲这波的补贴就要结束。另外一方面哦，因为台湾加工过的麻伫日本有中国麻用真少的价钱来竞争，所以影响嘛真大。农委会嘛甲业者来推出麻的便当，伫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来卖哦，来做伙来看卖。
以香香甜甜的酱来烘的蒲烧鳗，互人看起来真想要食。为着要推广国内鳗仔，农委会业署甲业者合作，伫各大服务区要来卖鳗仔的便当，刺激国内消费。最主要是因为原本外销日本的加工鳗仔，最近是比袂过中国以价小较低美洲鳗仔来竞争，抢超市的市场，外销量明显萎缩。因为大陆的东西很便宜嘛，他们补贴嘛。现在加工鳗的市场，在日本的市场大概都给大陆这个取代了。毋那是加工的鳗仔，销日本的活鳗嘛，特别失去价小的优势。业者指出，这波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航空运费大起3倍，外销量一度定剩1/3。好在在去年业署有补助部分的运费，佮加上业者家己吸收部分，才互外销量佮重新回稳。但是真烦恼，运费补助特别伫5月底来结束。说我们很担心，是不是在6月1号开始以后呢？是不是整个量又要萎缩下来？就是大家都是很为力啦，很辛苦的在维持这条路线。对，针对鳗仔外销量减少，爱来拼内销，鳗鱼发展基金会指出，当然国内贸袂少加工业者是属于地下工厂的形态，互合法业者会当讲是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处境。呼吁政府会当要求国内鳗仔产品清楚来标示，保障合法业者的生存。记者林桂俊林台北报道。高雄做亚人伫淡江暗，因为公庙的出巡闹热咯，有放烟火，也毋过有民众反映讲伤过吵咯。高雄市环保局是表示，这场烟火秀有申请，冇伫时间内结束，并无违规哦。也毋过环保局是针对现场本身问题，开出4张罚单。当头就头看到美丽烟火，这是这个月初天伫左营莲池潭附近，各日间公庙甲店家为着公庙绕境活动做伙放烟火庆祝，现场也有真侪民众来欣赏。不过附近徛家有人感觉伤过吵，就向环保局检举，庙方也不回讲，拢有照规定准时结束。他没有 delay 到说。时间到都没有，伊后尾出版的时间，人来一寡一般的民众有没有很高兴说啊，人家无简单有不过一个遮老累的对不对？人高兴与因的诸家人同乐，说放一点烟火。我住的比较远一点，有听到有鞭炮了没有？高雄市环保局表示，初日暗时接到17件通报，反映庙会超过时间，还佫伫咧放烟火。不过现场稽查发现烟火准时伫10点进前就放煞，并无违规。另外，空气品质监测初步判断也无重大影响。在这个莲池潭附近，环保局呢在当地呢有设置的空气品质的监测车，初步看到的一个目前的一个 PM2.5的一个测值的话，还没有达到严重影响的一个状况。环保局表示，当港有派人稽查庙会活动，当中各发4件乱弹熏头甲粪扫的环境卫生稽罚单。第3个派人去巡视规个绕境路线，若准有环境垃圾的状况，会依法告发。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摕到台湾身份证的乌克兰艺人瑞莎，因为倒立韵律体操学生的培训，最近受到批评，也毋过嘛有真侪人是小听伊。前几天哦，伊嘛伫网络来公布伊的学生参加国际比赛，摕到1块金牌、1块银牌跟2块铜牌的好成绩。咱嘛要来看屏东哦，有一个体操的训练站，有一群真爱体操、毋惊辛苦的囡仔，佮有真用心的教练哦，伊嘛拢为体操运动在打拼。规定体操选手排几排，一个一个做出教练要求的动作，标准佮流利。这是屏东县和平国小的韵律体操基站训练站，成立9档已经14档。对一开始教练选手无几个，到即晚25名选手嘛摕过真侪奖牌。这背后的教练是有金牌实力的韵律体操教练林幸杰，甲伊学生董小文。我们是民国96年来到和平，然后申请了训练站，然后到现在。对，那当初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太认识这个运动，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啊，然后孩子们也很争气。两位练体操出身的教练，知影选手训练的时阵会面对什么款的考验，为着让囡仔专心训练，所有的选手拢甲头鬃洗甲真整齐。因为望伊莫用伤济时间咧西装打扮，爱用所有的时间来训练。我们的小朋友都有特殊的头
发型。对，就是我们就是要求你专心在练习体操上，所以我不希望你多花心思在什么头发啊，就是指甲油啊什么的，因为这是现阶段小女孩最喜欢的东西。虽然逐工练基本功，究竟拢是真好的课程，下课休假拢着搁训练。不过这阵体操队员，因为因的心中对韵律体操有热情，也是真坚持。面对得要到的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拢专心咧训练，希望有上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马家乡有一个排湾部落，是排湾族法官第之一咯。过去华语甲因翻做法湾，也毋过族人感觉即个词甲因的话酒发音是真相共，是无介理想，所以最近真积极，希望会使来推动正名，咱做伙来了解。伫屏东马家乡的排湾部落，近来因为全五道路的启用，愈来愈侪人来遮观光。毋过，也是真侪人用旧的地号名法湾、法湾来称呼因的庄头，有族人就感觉无啥文雅。法湾村很像我们讲的 Vava， 就是酒的意思，意思说我们都是在喝酒。有一些地方领袖的人去请愿，那后来也经过政府的同意，然后就证明了，就把它改成排湾村。在地头人讲，马家乡的排湾部落过去伫华语是翻译做法湾。毋过，那连法湾和排湾语的娃娃是外音，就是有酒的意思。虽然伫1986年，村民请愿去甲村名正式改转来排湾，毋过真侪文宣广告拢要是用旧的地号名，因安尼有族人搁再推动正名。从即日起呢，就是所有文书的或者是公文的对外的一个宣传，我们通通都改为旧排湾。华人的文化当中，有人会避免讲外音，譬如讲赛车，因为有赛的音，就对华语讲开车。毋过伫原住民的文化当中，敢也会有一款禁忌，这是真值得讨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人口老化真严重，侪岁人的长期照顾嘛是挑战。带观众朋友来看屏东的地产国中哦，就是全台湾头一间长照体验的教室，互学生囡仔会使实际来体验讲老大人的生活，有啥物无方便的所在哦？嘛教这囡仔会使安怎来学习照顾时代的生活。学生囡仔将一项搁过一项的装备穿在身躯顶，模拟出侪岁人的身体状况。这是屏东县的德产国中，全台湾头一间的长照体验教室，就是希望将长期照护加入国中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囡仔会当愈了解是大人生活上的不便。比较具体的一个空间，来让孩子呢来做一个体验让我们孩子呢在学习长照教育的这个区块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空间。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整个屏东县的国中端的孩子都能够呢带来这边呢来体验怎么做才是对我们老人家呢是最安全、最友善的。除了体验教室，德产国中也有成立长照基艺班，透过各种实体的体验空间，结合一系列的课程训练，或者的各种学生会当实际学习到要安怎照顾是大人，也佫有对长辈的同理心。课程的设计它是一个滚动式。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活动的话，那是一个短暂的。可是你进到课程，它就慢慢系统化的一个发展，这对孩子的学习有更深的一个意义啦。这个长照体验空间嘛，提供给其他的机关、团体、甲学校来使用，希望伫这个人口愈来愈老化的社会，促进长期照护产业的发展，让老大人会当受到更较周全的照顾。打造一个个人友善的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伫车里有一场户外唔免挂嘴啊，嘛唔免保持社交距离的演唱会。政府要利用这场演唱会来研究君主甲传染的关系哦。过来看意大利比萨铁塔关起半冬哦，又个重新开放咯。另外，意大利的加州卡球联赛今年国际米兰队摕到冠军哦，球迷上街头庆祝，嘛拢无保持社交距离。这场户外现场直播，而且有5000位挂牌到场的演唱会，也只有伫咧英国摇滚乐团比特斯故乡6倍居民才有法度参加。大会提供5000张门票，观众就要先体检是阴性。入场了，免挂嘴烟，也免保持社交距离。It's so strange, honestly, coming in here and just seeing like the couple thousand people who are already here. That finally like businesses and
event such as this can go ahead, and I just feel very happy to see that. 这场实验性的演唱会参加人就伫咧5天后接受第2遍体检，相关资料会交予政府做群聚甲感染关系研究。英格兰目前规定，户外群聚人数上最6个人，按算这个月17增加到30个人。这场演唱会参加人提早体验到疫情后时代为正常生活。验过专家警告，英国即马逐天也阁有新增加确诊的案例，袂用个放松。西班牙马德里出力办疫情发生了第一场自身性质的斗牛赛，为世界杯斗牛师甲业界人士募款。自从疫情发生了，西班牙斗牛产业就规拢停落。即马官方核准，观众总人数降到4成，也就是6000人会当看比赛。验过就要挂肺炎，保持社交距离。Pues nada, emocionadas y muy contentas. Estábamos deseando porque es mucho parón ya y esto. 意大利的比萨出塔随月重新开放，这是一座1年期的套票，也会使去参观其他古迹加博物馆。伫迄天中昼已经卖出500张门票。比萨出塔伫咧过去一年游客有500万，不过自去年11月初3宣布关闭了，半年来拢无游客。伫米兰有真侪球迷伫咧路的庆祝，国际米兰摕到自2019年以来意大利甲组骹球联赛的冠军，不过球迷拢无保持社交距离，也拢无挂嘴烟。公司新闻吴玲编辑。来看法国是欧洲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之一了。过去一冬封城几啊届，也毋过对爱食好米、真够享受的法国人来讲哦，就算袂当出门，嘛无法度来阻止因追求享受生活的热情，所以就有人甲总铺师请到厝里来煮食。爱食好食料理的法国人，伫封城期间也能享受到顶级餐厅的料理。35岁拉克罗斯。即天请妈妈做阵食豆，2个人穿甲正正式，坐伫咧厝内。总部师先送一道柠檬汁是青鱼片。Tout ce qui est dans l'assiette est bien sûr comestible. Je vous en prie, bonne dégustation. 母仔囝2个人一面食一面开讲。这个月初，法国爆发第3波疫情，当局宣布国再封城，民众被迫踮伫咧厝内防疫，无法度去餐厅，就甲总部师请大。On a le restaurant à la maison. Les plats étaient magnifiques, très bien servis. C'est un petit peu hors du temps parce que c'est vrai qu'en période de Covid, forcément, on a envie de sortir, on a envie de voir des amis. C'est quelque chose qui me manquait, oui. Oui. J'allais régulièrement avec ma fille, avec des amis. Et j'avoue que là, c'était même un manque. Donc, on est ravis. 总铺师阿尔卡达欧本来就是经过训练的私人总铺师，伊讲发生疫情之前，伊逐工拢有订单，即摆订单是最甲壁，一个月爱接60到80张单，也有30几张无法度接。Là, il est vrai que je refuse énormément de personnes puisque je peux pas me dédoubler pour le moment, donc c'est un petit peu compliqué, mais voilà, tout simplement oui, il y a une demande très très importante. 法国即卖的封城措施正严格，不过并无禁止私人总部师到民众厝内做菜，只要符合一批人数无超过6个人，也个暗时7点了宵禁的规定，也是当伫咧厝内食到好食的料理。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半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